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。端午節點解叫端午呢？端係指第一，午就係指嗰個月嘅第5日，所以端午節就係指5月份嘅第5日。後尾根據天干地支曆法，先將午改成咗中午嘅午，就有咗端午節啦。嗱，根據聞一多先生考證啊，端午節呢其實喺3000年前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啦，即係《封神榜》嗰個時代啊。話說當時呢，百越地區嘅居民呢，佢哋會祭祀龍圖騰啊，所以最早係因為祭祀龍圖騰而有咗端午節。咁點解會同屈原掛鈎呢？因為2200年前，楚國嘅愛國詩人屈原，佢得知自己嘅國家俾秦國吞併咗，非常之激憤啊！抑鬱之下就跳江自殺。佢自殺嗰日啱好就係5月5號端午節，而佢落咗江之後呢，當時附近啲居民知道啊，就好緊張要去救佢，於是咧佢哋就撐船撐船要睇下邊個可以快啲去救屈原。咁同時佢哋就會將啲糯米掟落個河度，希望啲魚蝦蟹食飽糯米之後，咁就唔會咬屈原啦。所以從此之後，端午節就有咗爬龍舟同埋食粽嘅習俗啦。嗱，最後問下你係邊度人啊？你哋家鄉端午節有咩習俗呢？